弟兄姊妹，我哋今日嘅傳信會聚會正式開始，請各位起立。請聽神嘅説話，你們應當彈琴稱謝耶和華，用十弦瑟歌頌他。大家低頭禱告。親愛嘅天父，求你潔淨大家，悅納大家嘅讚美。求主帶領以下敬拜讚美嘅時間，祝福李富成牧師成為你嘅出口，讓聖靈作工，叫大家得着叫你得着榮耀，奉主耶穌基督祈求，阿門。而係讚美嘅時間，請列明批定。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今朝早要輪到我哋用詩歌去讚美創造我哋嘅父上帝，佢按自己嘅性情模樣創造我哋。所以我哋同我哋嘅父神一樣，有佢美善嘅性情。所以當我哋見到別人嘅難過嘅時候，我哋都會懂得去難過；見到人哋互相嘅支持、鼓勵嘅時候，我哋都會覺得感動。呢個就係上主創造我哋，俾我哋美好嘅性情。我哋用第一首詩歌去讚美創造我哋嘅父上帝。
創造我哋父上帝，救贖我哋主耶穌基督。主啊，我哋深知自己嘅渺小，亦都知道自己嘅驕傲。我哋自我中心，只顧自己，偏行己路。主啊，而你係滿有能力，但係你卻係極之謙卑溫柔，甚至謙卑溫柔到一個地步，願意為我哋呢班驕傲嘅罪人去犧牲，捨棄你嘅生命。主啊，所以我哋今天我哋要將心歸你，我哋要將榮耀頌讚都歸於你。主啊，願意你常常警醒督責我哋唔忘記你呢份心恩厚愛。主啊，我哋願意繼續將我哋嘅心聲，將我哋感恩都呈現俾你。感謝主，垂聽我哋禱告，求賴主耶穌你得勝名字。我哋唱第二首詩歌，因你榮耀，去將榮耀頌讚都歸俾我哋嘅主。主啊，因着你捨棄十架嘅犧牲，主啊，我哋知道我哋今天不再一樣，我哋可以學像你一樣去愛，學像你一樣去捨己。主啊，因為已經賜我哋不一樣嘅身份，我哋今天相信接受你嘅，你已經俾我哋兒女嘅名分。我哋知道靠住主耶穌基督父上帝你俾我哋嘅能力，俾我哋嘅感動，我哋可以脫去以前嘅舊我，學像主一樣愛神愛人。主啊，感謝你豐厚嘅恩典，我哋願意繼續感謝讚美你。以上禱告靠賴主耶穌得勝名字。我哋唱第二節。
主去奉獻自己嘅心，就係跟從主嘅腳蹤而行。聖經嗰度話，他為我們捨了自己，要贖我哋脫離一切罪惡，又潔淨我們，得以作佢嘅子民，熱心為善。我哋再次回應上主賜俾我哋豐厚嘅恩典，以愛還愛。賜下你恩光，照亮我心房，不會再驚慌，為你奔走飄遠方，哪懼怕奔波，靠在你身旁，竟為我擔當，讓我罪裏得釋放。失喪的、呼喊的，你都親手撫摸，讓不朽的、溫暖的真愛，療治痛楚。主，你當得敬拜讚美，你恩典覆蓋這地，眾唱和散那歌聲全為你起，榮耀頌讚歸於你讚美，你關心親切細膩，用愛還愛這奇妙道理，一生都銘記。賜下你恩光，照亮我心房，不會再驚慌，為你奔走飄遠方，哪懼怕奔波，靠在你身旁，竟為我擔當，讓我罪裏得釋放，凡失喪的、呼喊的，你都親手撫摸，讓不朽的、溫暖的真愛，療治痛楚。主，你當得敬拜讚美，你恩典覆蓋這地，眾唱和散那歌聲全為你起，榮耀頌讚歸於你讚美，你關心親切細膩，用愛還愛這奇妙道理，一生都銘記。主，當我哋敬拜。主，你當得敬拜讚美，你恩典覆蓋這地，眾唱和散那歌聲全為你起，榮耀頌讚歸於你讚美，你關心親切細膩，用愛還愛這奇妙道理，一生都銘記。用愛還愛這奇妙道理，一生都銘記。讓我哋一生愛神愛人，去回應主豐富嘅大愛。以下係讀經時間，經文記載在內頁第5頁，哥林多後書8章1至5節，我哋一齊誦讀。弟兄們啊，我們要把神賜給馬其頓眾教會的恩惠告訴你們。你們在患難中備受大考驗的時候，仍滿有喜樂；在極度貧困中，還格外顯出他們樂捐的慷慨。我可以證明，他們是按能力，而且超過能力來捐助，主動再三懇求我們，准他們在這供給聖徒的善事上有份。並且他們所做的，不但照我們所期望的，
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獻給主，又給我們。以下係正道嘅時間，今日嘅講題為我拿什麼奉獻我的主？請李富成牧師。係咪我自己撳？好，弟兄姊妹平安。我諗今日我哋彼此祝福講平安係特別係有溫度，亦都特別心裏邊係沉重。求主嚟到恩待。大家今朝有冇講過呢啲説話？唔該，麻煩晒，有勞，多謝。今朝有冇去茶記食早餐？個服務員拎咗一啲食物上嚟，拎咗杯飲品上嚟，你通常都會講聲唔該。對於曾經服務我哋嘅人，特別係對我哋有恩惠嘅人，我哋嘅父母可能曾經喺你低潮嘅時候幫助你嘅朋友，或者當你讀緊書嘅時候一塌糊塗，竟然有個老師呢係唔嫌棄你，俾你有好大嘅鼓勵同埋支持，你竟然呢考過咗嗰個考試，你會千多萬謝。喺羅馬書第12章第一節，我哋好熟悉嘅經文，一齊讀一次。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侍奉，乃是理所當然的。羅馬書係使徒保羅一卷好有系統、好有邏輯性咁樣去寫因信稱義嘅一卷非常之重要嘅經卷。不過當不足一轉去到第12章嘅時候，當保羅嚟到去展釋世人都犯了罪，保羅嚟到解釋，當我哋還作罪人嘅時候，耶穌已經為我哋死，神嘅愛就指向我哋顯明，等等因信稱義一個咁寶貴嘅教義嘅時候，轉入到第12章第一節，有一個好大嘅轉折位，保羅就歸納我哋面對一份咁偉大上帝嘅慈悲，我哋會將自己作出一個回應。弟兄剛才領嘅詩歌，以愛還愛，呢個關係係將我哋作為主嘅跟隨者，我哋領受咗呢個救恩咁難得嘅一個福氣，我哋會作出一個正確嘅回應。咁當我哋話要身體獻上當作活祭嘅時候，包唔包金錢奉獻㗎？冇反應嘅。包，全包㗎，全包宴嚟㗎。當我哋話將身體當作活祭嚟到去奉獻嘅時候，當然包我哋平時都會拿得幾緊嘅呢一個荷包。喺教會生活，我諗大家對呢啲嘅東西唔會太陌生。你哋門口有個奉獻箱，雖然貴教會喺聚會裏邊冇傳袋奉獻，係咪？不過我相信有冇㗎？冇。喺好多教會都有，喺崇拜啦、小組啦、團契啦，咩聚會都有個傳袋奉獻嘅環節。你哋我見到都有個月捐封嘅，呢個係我母會嘅月捐封。當我受洗之後呢，16歲受洗啦，中4。咁呢就嗰個迎新聚會呢就好緊要呢，啲長輩呢就會呼成有個月捐封交俾你，我以為即係打單啦，係咪？打劫我啦，係咪？唔係啊，佢講得好正面㗎。佢話呼成，你榮幸啦，你可以參與奉獻。月捐封係每一月提醒我哋嚟到去作出回應。唔知大家經驗裏邊，唔知你個人經驗。或者呢，你所認識嘅弟兄姊妹，通常嗰啲未信主嘅父母呢，
就好擔心返教會嘅兒女有兩樣嘢嘅。嗱，你問佢想唔想兒女返教會呢？佢又唔一定反對喎，因為佢覺得返教會都好啊，識返個女仔都純品啲啊，識個男仔啊上進啲啊。你讀書渣渣地返教會呢，就會幫你補下習啊。成個教會嘅氛圍呢，都係向上嘅、正向嘅，等於香港一般嘅父母都中意送孩子去邊度讀書㗎？啲教會校讀書㗎嘛。佢唔信㗎喎，不過係好想送去教會校讀書。不過呢，有兩個位一到呢，就唔係咁講啦，就要停一停，諗一諗，甚至引起一啲衝突嘅。第一個，你要受浸。返教會返到一段時間，突然間同阿媽講：我報咗名教會受浸啦咁呢，就即刻黑面啦因為喺華人社會一覺得受浸係叫正式入教啊。你返下教會，即係當你社區中心玩啫，即係 social gathering 嚟嘅啫不過你受浸呢，喺佢覺得你真係入教啦。咁呢，佢即刻會諗起個咩畫面呢？就係佢諗起個畫面就係屋企嗰羅神主牌邊個跟住第二，如果佢百年歸老嘅時候，聽講啲教徒呢就唔裝香嘅，咁佢冇得食噶咯喎。喺佢嘅觀念裏邊，喺我哋嘅未信主嘅父母傳統華人嘅父母觀念裏邊，你返教會冇問題，你唔好受浸啊，因為受浸呢，佢覺得佢冇咗個仔啊。佢又覺得冇咗個女啊！咁通常我哋喺教會做領袖，無論信徒領袖或者係牧者領袖，當遇到咁嘅困難呢，我哋通常都會鼓勵嗰啲信徒呢，唔好同你阿媽死過住，因為呢，如果你夾硬嚟呢，即係冇計傾啊！咁大家亦都知道受浸唔係你得救嘅必要條件嚟㗎嘛。咁不如你屋企啊乖啲啊，孝順啲啊，做好啲啊，軟化你父母嘅心。然後你又大少少啊，自主能力又高啲呢，佢哋慢慢會接受嘅。咁我亦都見過好多呢啲例子，甚至後來佢嘅父母跟下都返咗教會信咗主。另外佢哋好擔心嘅，你估第二樣係乜嘢呢？哇！你真係叻啦，你可能試過啦。返教會攞教會着數就冇所謂啫。即係我細個小五返教會。哇！教會成日都有蛋糕食嘅，教會又會去旅行嘅。第一次燒烤我都係跟教會嘅啫。我學識踩單車都係跟教會。有好多喺教會上提供嘅福利啊，或者服務啊，我哋覺得正啊，係咪？但係返下呢，阿媽都醒㗎啦。好似返教會要俾錢㗎喎，即係呢，佢哋覺得好似我哋添香油咁啊。咁跟住佢哋雖然唔返教會，但係你又聽過下人哋講，返教會呢會抽稅㗎，抽幾多啊？10蚊啊，抽1蚊㗎。喺佢哋嘅觀念係咁諗，特別當你哋開始長大要做嘢啦，咁佢好擔心你出嗰份糧呢，你又拎晒返教會。嗱，當然喺香港教會界呢，係有啲好極端嘅例子呢。真係呢，即係叫啲信徒拎晒去教會啦。咁我哋唔講嗰啲咁極端嘅情況。一般嚟講，我哋大家知唔會係咁嘅。不過喺父母心裏邊，佢覺得點都好啦，你又要拎呢樣嗰樣，會唔會影響咗唔拎家用返屋企㗎？會唔會影響咗拎少咗家用返屋企啊？甚至佢諗得再凄涼啲，佢老年靠你嘅養兒就防咩啊？防老㗎嘛，積谷防饑啊嘛，老來從女從子㗎嘛。哇！你拎返教會，好驚。弟兄姊妹，中國人有句好偉大嘅説話，叫講錢就講唔講錢啊？我哋講錢失感情。耶穌講錢啊？耶穌點講錢？喺聖經裏邊，耶穌講過大概38個比喻，有16個涉及到同錢有關嘅，所以我哋睇到耶穌重視佢嘅跟隨者對錢嘅態度㗎噃。例如喺耶穌喺登山寶訓
曾經提到一個幾勢不兩立嘅論説嘅。我一齊讀呢一節馬太福音6章24節開始。一個人不能侍奉兩個主，不是護這個愛那個，就是重這個輕那個。你們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馬門。耶穌呢個講論係咪將錢、將財利貶低到一個一文不值嘅地步？好似跟隨耶穌呢，就好似世外高人咁呢，不食人間煙火啊！我哋食空氣就得㗎啦咁樣。我想大家好容易理解耶穌呢度講緊一個基督徒喺天國子民呢個倫理觀裏邊，我哋以乜嘢係我哋嘅優先？喺度講緊個優先次序。如果你係用上帝嘅心意，冇逾越上帝嘅指引嚟到去賺取金錢，有冇問題？唔答嘅有冇問題？大聲啲，有冇問題？梗係冇啦！如果你今日在座啲弟兄姊妹翻嚟話俾你聽，升個職啊咁，你咪感謝主啊，係咪啊？理論上教會奉獻應該會有多啲嘅。跟住有個弟兄話，我呢輪做生意盈利好好啊，咪為佢感謝主咯。大家舊約一個財主佬好勁嘅喎，嗰個叫亞伯拉罕啊。亞伯拉罕富可敵國啊。所以喺上帝嘅心意裏邊擁有財富，從來都唔係信仰裏邊去否定嘅事情。保羅話貪財先係萬惡之根，個關鍵唔喺個財嗰度，個關鍵喺邊度？喺個貪嗰度。有冇需要支援呢位伯母 ？OK， 好。嗱咁呢，所以呢度耶穌講緊嘅係，當你如果喺財務嘅問題上，我哋不如停一停，等佢哋安頓咗先，幫一幫呢位老人家。O 唔 OK？OK 嗎？好，請繼續啊！耶穌係話：如果你得利嘅途徑係同上帝嘅心意係有衝突嘅時候，你要選擇。大家知我以前做校長，我啱啱被請做校長，我都未周圍講俾人聽呢，已經有人請我食飯，幾快收到風啊！嚟請我食飯嗰個並非即係善男信女，係一個好有策略性嘅請食飯，係一個書商。點解書商？佢已經收到風，大埔有間新校，所以我今次對大埔好有共鳴，因為我喺大埔逗留咗21年。而嗰個書商喺我做緊主任嘅學校係有嚟賣書嘅，所以識我嘅。佢已經聽我校長講，李富成去做校長啊咁樣。佢第一時間就要請我食飯。咁我話好啊，食飯咯。咁我嗰陣時學校喺新田圍村隔離沙田，我諗嗰度都有啲茶記啊，咁咪喺度食咯。唔得，校長食飯點喺度食啊？沙田有間酒店啊，叫帝都啊，第3期啊，新城市。梗係去帝都食啦，我車你落去。盛情難卻咁啊，跟住落去。咁我去到揀個餐牌，有 set lunch 㗎嘛，即係嗰啲規定嘅 A、B、C 餐。我揀個 set lunch 啦咁樣。佢點得啊？梗係要食牛扒加埋龍蝦啦。點解？諗唔諗到點解啊？因為佢要同我建立一個非常之商業嘅關係。因為如果我同佢保持呢個關係，去到我去新校，我又運用我影響力選用佢嘅書，咁佢咪真係印銀紙咯。所以如果我選用書嘅過程，我受呢啲嘅款待或者過分嘅款待，令到我影響我班同事作出一個唔專業嘅選書，而係一個商業為我嘅利是圖嘅選書，呢個就係違反咗呢一節經文嘅意思啦。弟兄姊妹，耶穌講錢㗎，錢同我哋嘅信仰有密切嘅關係。我哋對錢嘅態度係點？其實係反映
我哋同神嘅關係係點嘅？唔信？路加福音12章34節一齊讀，因為你們的財寶在哪裏，你們的心也在哪裏。調轉講都得嘅，你嘅心喺邊度，你啲財寶咪喺邊度咯。10月初就一位78歲嘅樂壇偶像，我嘅偶像啊，阿林子祥開演唱會。你中唔中意聽佢啲歌嘅？因為喺我年輕聽到依家噶嘛啲歌，嗰啲歌已經差唔多起前奏我識背噶啦。咁當時佢一宣傳，我就諗78歲噶咯喎。於是即刻就一個説話彈出嚟，叫聽得一次就點啊？梗係去聽啦，係咪？咁咧就即刻即係睇住個訂飛嘅節奏咧，即刻撳入去。當時個心諗已經咁諗啦，聽得一次得一次，好豪一次，買最貴嘅飛，唔知1388嗰啲。我撳入去已經乜都冇啊，得翻第二種貴叫980。我過去聽其他嘅歌星，我唔會，我係揀最平嗰啲嚟聽啊。總之我覺得入咗場就得㗎啦。其實近同遠冇乜分別㗎。咁我梗係揀嗰啲咩最以前有388，後尾去到688，我都覺得好肉赤㗎啦。係980都撳入去。原來我以為988會坐前啲，原來都係坐山頂。一撳入去之後，再諗一諗，哇！聽一場可能唔夠喉㗎喎。轉頭再撳埋星期日，撳完星期六撳埋星期一，再請咗2場，各自揾一個老友記一齊去聽，都係中意唱歌啲發燒友。我買咗4張飛，我使咗幾多錢啊？我話你啲心算咁渣嘅，接近4000蚊啦，係咪？3600蚊。點解我願意俾啊？因為我個心喺嗰度咯。你哋去旅行嘅時候都會揀旅行團，話有豪華團、有優惠團、有咩火車團、有平價團㗎嘛？你願意俾一個更加高昂嘅費用，係因為你個心喺嗰度。你個心喺嗰度，你嘅錢喺嗰度。我有2個孫，大嘅外孫女，佢大概4歲幾，佢阿媽呢，就安排咗佢讀呢個叫做法國國際學校。當阿女同我講，我安排咗喺嗰度咁，大家知啦，4大長老唔好對啲後生嗰啲安排咁多意見。不過我都回應咗一句，我話阿女，你細個嘅時候係讀沙角幼兒中心，差唔多唔使錢咁滯嘅喎。跟住又讀津貼小學，又讀津貼中學，差唔多都係唔使錢咁滯嘅喎。你依家我想問下呢，如果佢由幼稚園讀完呢個法國國際學校，讀到去考大學，使幾多錢到啊？幾百萬啦！我跟住暈咗，我心諗哇，幾百萬慢慢使好過啦，又唔見你俾啲我。點解佢願意咁做啊？因為佢將成個心都擺咗喺個女度咯。加埋依家仲有個歲零嘅仔呢，我就發現我個女同我嘅女婿，一個就係坊間嘅阿叔，一個就係坊間嘅師奶，因為佢哋已經冇時間再打理自己啦，將所有嘅資源都放晒喺2個孩子嘅身上，因為佢個心喺嗰度咯，所以佢面不改容話俾我聽，幫我女報咁嘅學校。弟兄姊妹，我哋同神嘅關係係點，就睇你嘅錢點樣安排。你嘅錢點樣安排，亦都反映你同神嘅關係。剛才主席帶領我哋讀嘅呢一段，保羅教導有關奉獻嘅真理。其實保羅係寫緊信俾哥林多教會嘅。不過寫信俾哥林多教會呢，就揾到另外一紮教會呢去潤佢哋。當時耶路撒冷教會面對大饑荒，
所以使徒保羅就鼓勵外邦嘅教會都係主內一家，我哋彼此有愛心嘅奉獻，即係發動賑災。咁當時係要透過人嚟到去收集捐款噶嘛。咁呢，就譬如有提多啊嗰啲咁呢，就去收集捐款。但係哥林多教會弟兄姊妹呢個反應係冷漠，所以保羅寫信其實你可以叫責備又好啦，或者用馬其頓眾教會嘅榜樣嚟到去鼓勵佢哋。馬其頓眾教會佢哋喺奉獻嘅事情上有咩值得鼓勵嘅地方？因為保羅話佢哋喺極窮之間，還格外顯出佢哋樂捐嘅厚恩。咁即係點樣？即係佢哋唔係隨便揞個手落個袋度，傳到個袋嚟啊！咁揞到乜就放啲乜啦。係喺佢哋自身個經濟條件都好薄弱嘅情況底下，佢哋仍然參與呢一個愛心嘅奉獻。你有冇留意呢度？保羅從來都冇講金額㗎，奉獻嘅教導從來都唔講金額㗎，係講乜嘢？係講個態度。個態度係乜嘢？呢度極窮嘅時候，應該首先就顧掂自己啦，係咪啊？點解佢哋會極窮啊？係咪馬其頓眾教會佢哋班乞衣信徒嚟㗎？唔係。因為佢哋外邦人信主之後，被社會覺得佢哋信少種咩嚟嘅？信嗰啲咩猶太人咩酒啊，咩耶穌咩拿撒勒教，佢都唔知係乜。總之覺得佢哋奇奇怪怪，所以喺社會上佢哋係格格不入。而呢個格格不入唔止係喺生活上覺得佢奇奇怪怪，更加可能喺佢哋嘅就業、喺佢哋嘅生意裏邊都受到社群嘅一種排斥。自然帶嚟嘅係一個經濟嘅條件受到虧損，所以佢哋係唔係闊佬教會？不過當佢哋見到保羅嘅呼籲，耶路撒冷教會嘅弟兄姊妹有呢個需要嘅時候，佢哋喺極窮之間，仍然顯出佢哋樂捐嘅厚恩。保羅話：佢哋唔止係按能力奉獻，佢哋係超過佢嘅能力。係甘心樂意嘅捐助。請大家留意，我紫色嗰個字係非常之重要嘅。佢哋係照神嘅旨意，先將自己獻俾主嘅意思，即係話佢哋雖然係面對耶路撒冷教會嘅弟兄姊妹賑災嘅需要，不過佢哋知道個奉獻係對準神，對準神，然後見到弟兄姊妹嘅需要，於是佢哋作出行動。所以隨後去到哥林多後書9章5至7節，保羅再進一步提醒哥林多教會，我哋淨係讀紅色嘅字啊。各人要隨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難，不要勉強，因為捐得樂意的人是神所喜愛的。如果你奉獻作難，多謝唔使啦。如果你奉獻嘅時候你覺得勉強，唔需要。到你調整返你奉獻嘅心態係甘心樂意嘅時候，你嘅奉獻先會蒙主悅納。我仍然強調，保羅進一步嘅教導都唔係定咗一個額嗱，哥林多教會你要追數啊！你奉獻唔到呢個呢，你就唔乖啦咁。唔係，保羅只係話按照你哋喺上帝面前所領受嘅甘心樂意嘅奉獻。如果只係一種宗教嘅行為，只係一個會友嘅責任，只係一個人做我做嘅，無論你嘅金額係幾多，你唔鋸，上帝亦都唔悅納。咁你話咦，我係唔鋸啊，咁咪唔使奉獻咯？牧師你教我唔好奉獻，對唔住，我係教你重整你嘅生命。如果你對羅馬書第12章第1節神嘅慈悲你都冇感應嘅話，你何來有全所有奉獻嘅一種行動呢？如果你係對上帝嘅慈悲有一個好大嘅感應，你奉獻嘅時候又何來作難，
與及勉強呢？嚟到呢度，同大家有3個嘅反思。第一，講奉獻，我哋一定離唔開講十一奉獻。但可能大家會諗，十一奉獻應該係舊約聖經嘅教導。我哋進入咗新約恩典時代啦，仲需要履行十一奉獻咩？你認為舊約俾上帝百姓嘅一個指標，請佢哋按十一奉獻，嚟到新約好似冇咗呢個十一嘅指標咯喎？起碼剛才哥林多前書2段講奉獻嘅經文都冇講到十一奉獻喎，咁係咪唔使啊？你將整個保羅嘅喺佢嘅書信嘅教導做一個整合，好肯定你應該有個標準嘅答案，就係點止11啊？咩叫全所有奉獻啊？咁即係點啊？牧師，十一奉獻仍然可以成為我哋今日操練奉獻嘅起點。我哋要學習按照上帝俾我哋嘅感動去奉獻嘅時候，我哋總要有一個基準，有一個起點，去幫助弟兄姊妹去奉獻。而呢個十一奉獻可以成為我哋呢一個奉獻嘅一個開始。咁即係去到幾多啊？去到幾多就係不作難，不勉強，甘心樂意。如果你發現呢個月你好感受到上帝對你嘅愛祝福，你放入去個月捐嘅奉獻係多過11嘅，一啲都冇得咁驚奇，係你好自然嘅一個行動。所以個關鍵已經唔係11與否嘅問題，11只係一個幫助我哋有一個開始啫。舊約嘅信徒，佢哋要去同上帝溝通，佢哋要獻祭。今日你同我好似唔使獻祭，你今日冇拖隻牛入嚟呢間教會，你今日冇拉隻羊入嚟呢間教會，你我窮啲可以帶飛禽㗎，你都冇帶。呢度亦都冇一個焚燒嘅祭壇，呢個得個講壇。如果有個焚燒嘅祭壇，我如果係祭司，我都非常快樂，因為我好中意 BBQ 嘅。弟兄姊妹，嚟到今日，我哋都唔係帶2梳蕉嚟見上帝㗎，我哋都係帶住禮物，係你嘴唇嘅果子，亦都可以你甘心樂意嘅奉獻。第二，奉獻同眾籌有咩分別？咩叫眾籌呢？逢星期3、星期6，你行出街，有人叫你做咩啊？嗰啲咪眾籌咯。喺香港社會呢個結構裏邊，社會福利署批准一啲嘅非牟利組織，佢哋要抽籤㗎，因為個個都申請啊嘛。咁啊抽到賣旗啦，就以前喺星期6日嘅啫，依家咧就星期3都有啦。咁啊等大家即係參與多啲。因為如果喺民間嗰度眾籌多啲呢，咁嗰啲非牟利機構佢哋營運一啲服務市民嘅項目，政府咪可以補貼少啲咯，係咪？咁亦都俾市民大眾可以參與，呢個係眾籌。我母會喺何文田，喺何文田村旁邊，我哋成立咗2間自負盈虧嘅恩庭。睦鄰中心同埋恩庭長者中心，因為都係做社區服務嘅，所以好多年前我哋開始去抽籤賣旗。通常3年都抽到2年嘅，即係當然唔係每次都抽到，但係每次抽到呢，我哋通常就會抽。我哋冇能力賣全港啦，當然嗱，大家千祈唔好亂嚟喎，因為你如果申請賣全港，你賣唔到嗰個基數呢，下年你會 DQ 嘅喎。如果我哋賣九龍區啦，九龍區都要賣大概接近30萬嘅，即係籌到呢，
你下年先有機會再抽，因為如果你霸咗個位，原來你冇能力即係眾籌到呢，你咪嘥咗一個機會咯，係咪？我想問如果我幫我母會買一支旗，掉咗100蚊落去，呢個係眾籌定係奉獻啊？佢既有眾籌嘅共通點，但係對我作為呢個教會嘅會友同埋上帝嘅子民，我參與呢個賣旗，我係奉獻嚟嘅。對一個市民大眾，我哋動員咗啲學生啊去賣旗啊，特別動員啲幼稚園小朋友最好啦，係咪？我哋一見到小朋友賣旗，我多數都肯揞嘅。一係見到好老嗰啲咁，我哋又肯揞嘅，因為覺得佢哋好辛苦啦已經。市民大眾係從一個眾籌嘅角度。我以前喺仁濟醫院工作，即係嘅學校。咁大家知仁濟東華保良嗰啲係慈善團體。嗰啲總理呢，如果佢要做總理呢，佢每年要捐一啲叫年捐㗎。咁佢俾咗錢，即係對佢嚟講係奉獻定係捐獻啊？眾籌嚟嘅啫，對佢嚟講。所以對佢嚟講，如果我以前遇過啲總理啦，佢做咗1年就唔做呢，咁我問下，點解佢唔做啊？唔好玩，唔好玩嘅，咪唔做咯。唔做就仲使唔使俾錢啊？唔使㗎啦。弟兄姊妹，你奉獻可唔可以高興又奉獻，唔高興又唔奉獻㗎？我琴日開執事會俾人掘咗一句唔奉獻。我呢輪心情唔好，我又唔奉獻。乜奉獻可以輪到你話事嘅咩？弟兄姊妹，你喺口袋裏邊嘅資源，你只係上帝嘅管家咋。如果你係上帝嘅管家，我哋就唔係要做善長人翁。眾籌係講善長人翁。佢捐得多，我哋就話啊，佢真係善長人翁啦。保良東華即係嗰啲幾大善團，佢哋好多嗰啲總理都係做生意嘅朋友多。我哋話佢發財立品係咪？對基督徒嘅奉獻，從來都唔係按你嘅心情，唔係按你鍾唔鍾意，係按上帝所賜俾你嘅資源。你作為一個無用嘅僕人，你只係一個管家。如果係咁嘅話，奉獻就唔係睇你嘅心情，唔係睇你嘅喜好，係睇上帝嘅心意。第三，牧師我冇乜收入嘅咯噃，老人家嚟嘅喎，我仲靠啲兒女接濟嘅喎，或者我係一個好低收入嘅朋友，我都可能攞緊綜援，或者攞緊一啲政府各種嘅津貼，乜？我咁都要奉獻嘅咩？你係咪想揸乾我啊？我想去問呢個問題，我哋即刻用耶穌一個畫面答到你㗎啦。耶穌喺福音書裏邊曾經讚過一個喺聖殿奉獻嘅窮寡婦，佢奉獻嘅金額係幾多啊？2個小錢，個金額係咪好少啊？但係耶穌讚佢乜嘢啊？耶穌根本都唔係讚佢嗰2個小錢，耶穌係讚佢後邊嗰句，佢係將佢所養生嘅都奉獻咗啦。咁即係咩意思啊？2個小錢從金額角度係好少，從比例係全所有。呢個落差正正就係奉獻嘅真諦。再講一次，我哋從來都唔講金額嘅。你睇晒成本聖經。冇話甲級奉獻咧就幾多錢，乙級奉獻幾多錢，丙級奉獻幾多錢，係講我哋嘅態度。所以如果我哋係低收入人士，我哋窮人，我哋甚至係喺個社會嘅經濟嘅支援網裏邊得益嘅嗰啲，我哋都睇為係上帝所俾我哋都可以參與奉獻，哪怕嗰個只係2個小錢。弟兄姊妹，你估我做校長嘅時候收入高啊，定依家做牧師收入高啊？嗱，你真係叻，知道做牧師傳道都好窮啊！如果用今日講啦，
呢個係公開資料啊，冇秘密㗎，你上網會揾到一個24班標準嘅小學一級校長嘅人工係13萬，月薪年薪超過100萬，唔低收入係咪啊？喺香港打工仔嘅排行榜唔低。當然而家做校長嗰啲個個，我以前啲後輩啦，或者我啲行家個個都想死咁啦，即係好難做。但係事實上個人工係高嘅。我睇翻我自己嗰個奉獻嘅軌跡呢，當我做校長嘅收入比較相對高嘅時候呢，其實我嘅奉獻嘅比例比我依家仲低。點解？因為呢，你做校長嘅時候覺得即係收入高嘛，係咪？咁啊跟住又揸下車啦，又去旅行啦，又即係做好多嘢噶嘛，可以簡單嚟講，即係你隻手好乜嘢？手鬆嘛。咁你就可到好多嘢諗㗎啦嘛。咁當然我都有奉獻。不過當13年前我蒙召做咗傳道人之後，我都知道我呢一生都係奉獻俾主啊。所以我嘅焦點放咗喺乜嘢呢？上帝關心嘅事情，我就比較關心多啲㗎。我依家有陣時接觸得即係教會界或者基督教事工界多呢，無論係機構啦，係人啦。有陣時有個感動傳咗喺心裏邊呢，有陣時夜晚未瞓着嘅時候呢，會彈翻起身做咩呢？你估？我唔中意搞嗰啲網上奉獻㗎，我要有啲儀式感㗎，即係撳咗掣嗰啲，我覺得唔知點咁嘅，即係仲係攞一套啦。我中意彈翻起身做咩呢？開支票，攞個信封出嚟，填埋嗰張回應表，入埋落個信封，貼埋嗰2個2。擺喺我公事包當眼處，聽朝出返工呢，就擺入個箱，即係郵筒。我覺得完成咗整個感動。我呢件西裝係我校長嘅時候着到依家，得唔得啊？呢件西裝其實你見過好多次㗎啦，我嚟貴教會講到，即係咧呢件喪禮又得啦，婚禮又得啦。如果你有咩喜慶請我去，我都係呢件。基本上已經夠照㗎啦，男士一件深藍色嘅西裝，你覺得係咪肥大啲？我嗰陣時肥啲嘅，依家瘦咗啲，所以呢，冇乜所謂啦。當你嘅心喺邊度，你嘅奉獻就會喺邊度。我母會喺何文田，明年係我母會100週年，好大嘅感恩嘅日子。我依家嘅祈禱就係上帝，你點都俾我捱到明年7月，因為明年7月係我哋感恩年嘅高峰，就係個100週年嘅感恩敬拜。我好希望能夠參與得到。當然100週年就梗係唔係講1926年就係呢間啦，呢間係1972年入伙嘅，呢間座堂呢都50幾年㗎啦，即係話我啱啱開始返我母會，大概2個月喺深水埗啲都係2樓教會呢。跟住就搬咗嚟呢度啦。當時我聽啲前輩講，我話：我哋教會睇上嚟聽講都係啲50、60年代深水埗啲比較基層嘅朋友，有好多嘅婦女呢，佢老公喺外國揾食呢，寄啲錢返嚟嗰啲日子，即係都係一班並手抵足嘅小市民。點解有能力起到呢間咁靚嘅禮拜堂呢？我哋先讀呢段經文啦。開始，我算什麼？我的百姓算什麼？竟然能夠如此樂意奉獻，因為萬物都從你而來，我們把從你的手得來的獻給你。呢個係大衛王。佢想興建聖殿，但係上帝嘅心意唔喺佢呢一代，但係佢為興建聖殿預備咗好多材料。當佢預備好啲材料嘅時候，帶領佢嗰班嘅子民作咗一個咁樣嘅祈禱。佢話：我哋算乜嘢呢？我班百算都唔算乜嘢。我哋能夠參與呢個奉獻嘅行動，係我哋嘅榮幸啊！唔通你唔奉獻，上帝嘅教會就會冧咩？你唔奉獻，上帝就好冇面咩？
其實你能夠參與奉獻係你嘅榮幸，係你嘅恩典，上帝俾你嘅恩典。啲前輩話俾我聽，富城，我哋冇乜嘢會有啲超級大額嘅奉獻，我哋亦都冇搞啲乜嘢即係奇奇怪怪嘅奉獻項目，就係1分1毫嘅會友奉獻，由1950幾年奉獻到1970、71，然後完成咗呢一個奉獻起教堂嘅大行動。中間有人奉獻咗都未見過呢個禮拜堂，都已經過咗身㗎啦。呢個係一個弟兄姊妹按照上帝當時俾佢哋嘅領袖嘅一個一齊奉獻嘅果子。我常常都對我呢幾十年先至返落母會嘅弟兄姊妹分享，當你坐喺呢度覺得好享受呢個禮拜堂嘅莊嚴，佢嘅資源，其實你要去感謝我哋嘅前輩佢哋嘅奉獻，你係坐享其成嘅。依家其實，所以100週年更加激發我哋去唔單止係維護呢個禮拜堂嘅硬件，更加讓呢個禮拜堂應該有嘅使命喺未來嘅日子繼續去榮耀見證上帝。同大家唱一首歌仔之前，講一個故事。有個牧師揾咗3個信徒嚟鼓勵佢哋奉獻。咁啊 A 信徒見到牧師咁鼓勵咗，有啲回應先得㗎。咁佢就咁做啦。佢係地下畫一個圈，畫一個圈，然後呢，佢就祈禱啦。啊！全能嘅上帝，你決定我應該奉獻幾多啦？於是佢就將啲錢呢掉去天空。咁佢就話：當啲錢跌落地下嘅時候，跌喺個圈裏邊嗰啲呢，就上帝俾我用嘅；跌喺圈外邊嗰啲呢，就去奉獻俾上帝去發展成功嘅。咁你諗下佢會點掉？咁阿 B 就睇唔過眼，阿 B 就唔搞錯你，佢又畫個圈，佢就話：全能嘅上帝，你我咁啦。我會將啲錢拋上去。如果跌喺外邊嗰啲呢，你俾我使嘅；跌翻落嚟嗰啲俾你用嘅。咁你諗下會點掉？佢會仙女散花咁掉出去。咁阿 C 見到阿 A 同阿 B 咁衰呢，就睇唔過眼，仲喺阿牧師面前扮嘢。於是阿 C 就話：我乜嘢圈都唔畫，全能嘅上帝，我將啲錢掉上嚟，你要嘅攞晒去啦。跌翻落嚟嗰啲俾我使嘅。佢3個都需要返去再培訓。我感謝我成長嘅母會，佢至少俾我學識呢首歌仔。我首先返嘅兒童聚會係主日學，返咗大概幾個月之後就搬咗去新堂。咁新堂就開始有兒童團契。咁我當時係小6。咁啊啲果姐就話：富城唔好淨係返禮拜，富仔唔好淨係返禮拜日，返埋禮拜6。咁我哋嗰陣時好啊，返埋禮拜6玩啊嘛，咁大個禮拜堂捉我，即係成個禮拜堂捉伊恩啊，咩都玩過晒㗎啦。咁兒童團契呢，有收奉獻呢個環節嘅。咁呢，嗰陣時收奉獻就唔係全袋嘅，我哋兒童團契嗰陣時好興呢，就係嗰啲儲蓄箱，有個屋仔膠盒，咁呢嗰個煙通呢，就入錢個位。邊個收奉獻？咁我呢啲曳仔梗係第一個彈起身，我收。咁啊導師啊，富仔出嚟收。咁我拎住呢個箱呢，就遊魂喺啲嗰啲小朋友當中。嗰陣時奉獻呢，多數係斗零1毫啊咁樣啊嘛。咁呢掉去嘅時候好有音樂感㗎，叮下當啊咁樣。咁啊大家都係咁啊嘛。咁啊收完之後呢，就交翻俾個導師。咁呢，就唔係為奉獻祈禱嘅，係教我哋一齊唱呢隻詩歌。我拿什麼奉獻我的主？假若我是牧人，我願獻小羊；我若是博士，我願獻上半分。我獻什麼給主？我願獻我心。呢首歌跟咗我超過半世紀啦。嗰陣時細路唱就照唱啦，
不過原來奉獻嘅教義就藏咗喺心裏邊。你唔使同上帝講獻啲咩巴巴閉閉嘅嘢，將心給我。第三行佢話：我若是博士，我願獻上本分。我當時都唔係好識個背景啊，我懷疑呢，就以為係讀學士、碩士、博士嗰啲。應該我相信嗰個典故係講東方嘅博士嚟揾耶穌嘅時候，咪佢哋獻上乜嘢啊？禮物，黃金、乳香、沒藥。弟兄姊妹，你嚟見神，你帶乜嘢禮物？我哋一齊跟下我唱，預備起。我拿什麼奉獻我的主？假若我是牧人，我願獻小羊；我若是博士，我願獻上本分。我獻什麼給主？我願獻我心。齊唱新歌，有一隻詩歌同佢好類似嘅，嗰首詩歌叫《將心給我》。假若我有無限智慧，我甘喺主腳下。嗰首詩歌最尾嗰句都係不用獻我財物智慧，將心給我。我一齊祈禱，天父多謝你俾我哋能夠喺人生成長嘅過程遇見你，遇到一個無比嘅福氣，一個最能夠將我哋從罪惡裏邊嚟到去挽回嘅一份恩典拯救。正如保羅所講，佢以神嘅慈悲嚟到勸勉受信嘅教會，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求主幫助我哋能夠喺金錢嘅奉獻上嚟到去反映我哋點樣嚟到跟隨主，以及我哋同你嘅關係。我哋祈禱奉耶穌基督嘅聖名，阿門。以下係大家一齊誦讀本週金句。也要憑愛心行事，正如基督愛我們，為我們捨了自己，當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獻與神。佢説上5、2節，以下係報告嘅時間，報告事項已經記載喺內頁。承謝宏恩基督教院學院基督教事工課程總監李富成牧師嚟臨正道，願主堅立他僕人所作的一切成功。財務部嘅報告：10月收支表已備妥，各位可以喺奉獻箱上索取。愛研將於12月7日下主日崇拜後舉行，報名表已張貼喺2樓，請弟兄姊妹帶親戚朋友回來一同出席愛研，體驗合一相交，建立關係。也請大家踴躍報名，以便統計人數。歡迎愛心奉獻食物，在表上登記，了解份量同埋款式。咁方便大家預備食物。2026年教會每日讀經釋義讀經計劃，由香港讀經會編印，5年內讀畢新舊約聖經1次。可憑此書提示1年內速讀聖經1次。附讀書每季1冊，就有分為普通版、大字版同埋手機電子版，由圖書部津貼全年4季一律，共收100蚊。請向幹事繳費訂書。咁福音主日將於12月28日舉行，講題為假的真不了，經文羅馬書1章20節。講員為黃桂儀傳道，見證分享為曾玉琪夫婦。鼓勵弟兄姊妹邀請陪同未信主嘅親友參加崇拜，領人歸主。來年感恩年會暨執事按立與感恩聚餐將於明年1月4號喺本會舉行，時間為早上10點鐘開始，敬請留意。
會後前往亞蘭中心3樓稻香超級漁港進行聚餐，餐券已經開始發售，請大家向幹事購買，費用為成人170蚊，長者65歲以上嘅長者及小童係140蚊。以係祝禱時間，請大家起立。請董國成傳道。好，我哋一齊同心領受神嘅祝福。主耶穌，我哋多謝你喺每一個主日，你都係讓我哋能夠係聚集在教會，係有主日崇拜，亦都藉着崇拜，你用你嘅僕人嚟到去宣講恩言，用你嘅話語造就我哋個人嘅心思意念，讓我哋所得着嘅都能夠回轉擺到教會當中嚟到去服侍主、見證教會，亦都係成為一個榮神益人嘅人。我哋感謝讚美你，願主耶穌基督嘅恩惠、天父嘅慈愛、聖靈嘅感動同埋交通，常與我哋各人眾人同在，從今時直到永遠。奉耶穌基督嘅聖名，阿門。請坐。默禱今日敬拜聚會完畢，請大家默禱後散會。